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2020天下第一大金像奖，今仔日举行着颁奖的典礼。台北市长郭文铁盛大为鼓舞着得奖者，马启宏问着敏感的话题，譬如讲，敢会甲人选后一届的总统呢？郭文铁讲，袂去考虑个人的胜败，而且要做总统，阁着需要学习。 大肠烘不离，甲各种的点心，拢藏伫传统市场内这间店内面，网络人气嘛是有够悬。疫情的关系，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国旅行，所以我们就推出了6道甜点。那每一个甜点就代表一个国家。台北市政府入去到传统市场，将这好滋味拢甲乌出来，佮将因请到台北市政府来。台北市长郭文田嘛是甲真欢喜，听讲伊有对媒体讲过，讲做完市长以为要参选总统，郭文田是安尼讲的。不要去考虑说个人的胜败，应该考虑怎么做对台湾是比较好。我也明白讲要当总统还要好好学习，这个不是要准备的工作相当多。安尼讲就是真谦虚啊！因为对着一直用百这1280块的月票，想要赚载客奖金的公车驾驶，郭文铁都无得客气啊！一查你看，就抓到了7个公车司机，你知道，在刷1280，在赚那个不应当有的利益，给你方便，不是叫你随便。 台北市政府有掠到7笔的公车驾驶乌白用这个月票，除了甲业者讨回补助以外，并且分别重罚9万块，看后届什么人更敢乌白来。